喺香港呢座繁華又充滿故事嘅都市入面，流傳住一句深入民心嘅俗語：冬至大過年。呢句唔係人哋隨口咁講嘅虛言，而係深深扎根喺香港文化土壤度嘅真實寫照。冬至呢個節氣，對於香港人嚟講，承載住特殊兼且沉甸甸嘅意義。佢絕對唔止係一個簡單標注喺日曆上面嘅節氣，更加似一條無形但係又堅韌到唔得嘅紐帶，將屋企人嘅心緊緊咁連埋一齊，令到朋友嘅心都聚埋一齊，編織出一幅幅溫暖又動人嘅畫面。喺呢一日，香港嘅大街小巷都彌漫住濃濃嘅節日氣氛。無論平日大家有幾忙，為咗生活四處奔波，為咗夢想日夜拼搏，都會喺呢一刻冇啲猶豫就放下手頭嘅嘢。佢哋就好似歸巢嘅雀仔，從四面八方匆匆咁趕嚟，相聚一堂。屋企人圍坐喺溫馨嘅餐桌旁邊，歡聲笑語響晒間房。朋友都歡聚一堂，舉杯共飲，為嘅就係嗰份團團圓圓、熱熱鬧鬧嘅氣氛。所以每年嘅冬至派對都格外隆重，大家都會精心準備，從揀食材到佈置場地，每一個細節都傾注住滿滿嘅心意，一齊度過呢個溫馨又難忘嘅時刻。時光流轉，好似白駒過隙咁，轉眼間去到咗2025年冬至呢一日。81歲嘅白韻琴已經步入咗人生嘅暮年，歲月就好似一把無情嘅刻刀，喺佢身上留下咗深深嘅痕跡。曾經嗰個風華正茂、光彩照人嘅佢，如今已經唔復存在。曾經烏黑亮麗嘅秀髮，如今已經變得稀疏兼且花白。曾經炯炯有神嘅眼睛，如今都多咗幾分渾濁同疲憊。曾經挺直嘅身姿，如今都微微咁拘留。不過陪伴喺佢身邊嘅係比佢細15歲嘅老公謝偉俊。嚟呢啲年，謝偉俊除咗忙自己嘅工作，對白韻琴嘅照顧真係可謂無微不至。每一個重要嘅節慶，佢都會陪伴喺白韻琴身邊，陪佢一齊度過，冬至自然都唔例外。佢會提前精心揀禮物，為白韻琴準備驚喜，令到佢感受到滿滿嘅愛意同溫暖。不過呢個冬至，夫妻倆冇選擇喺屋企溫馨慶祝，而係做出咗一個有啲特別嘅決定，出街食飯。更加令人意想不到嘅係，佢哋仲約咗2位特殊嘅客人，80歲嘅前新城電台 CEO 陳欣健同埋董事王維傑。呢4個人曾經喺香港嘅娛樂圈同媒體圈都有住舉足輕重嘅地位。佢哋就好似4粒璀璨嘅星星，喺香港嘅夜空度閃耀住獨特嘅光芒。佢哋之間嘅故事就好似一部跌宕起伏嘅傳奇劇，充滿住恩怨情仇，每一段情節都扣人心弦，令人忍唔住想一探究竟。當4個人一齊出現喺餐廳嘅時候，周圍人嘅目光瞬間就被吸引咗過嚟。畢竟呢4位曾經嘅風雲人物，如今都已經垂垂老矣。白韻琴嘅頭髮雖然染咗成黃色，想令到自己睇起身更加年輕啲，但仔細睇都係可以發現嗰啲藏唔住嘅白髮正倔強咁向外生長，好似喺訴說住歲月嘅滄桑。嗰啲白髮就好似佢走過嘅漫長歲月，每一根都承載住一段故事，有歡笑，有眼淚，有榮耀，都有挫折。謝偉俊依舊精神矍鑠，佢緊緊咁陪喺白韻琴身邊，對佢照顧得體貼入微。從入座開始，謝偉俊就忙前忙後，一會兒為白韻琴拉開張椅，動作輕柔兼且熟練，好似呢係佢做過無數次嘅嘢咁。一會兒又細心咁為佢整理餐具，將餐巾輕輕咁鋪喺佢嘅腿上面，眼神入面滿滿都係關切。食飯過程當中，更加係時刻關注住白韻琴嘅需要，餵食、擦嘴，每一個動作都充滿住愛意。合照嘅時候，謝偉俊好自然咁將手搭喺白韻琴嘅肩膀上面，兩個人面上都洋溢住幸福嘅笑容，盡顯恩愛。再睇睇陳欣健同王維傑，佢哋都已經唔再年輕。陳欣健曾經喺娛樂圈叱咤風雲，佢係一位多才多藝嘅藝人，唔止演技精湛，仲擅長編劇同導演。佢出演過好多經典嘅影視作品，
塑造咗一個個深入民心嘅角色，令到觀眾留下咗深刻嘅印象。如今頭髮都已經花白，面上布滿咗皺紋，但依然保持住嗰份儒雅嘅氣質。佢嘅眼神入面透露出一種歷經滄桑之後嘅從容同淡定，好似一切都在佢嘅掌控之中。王維傑就顯得更加沉穩，佢喺媒體圈有住豐富嘅經驗同卓越嘅領導能力。歲月喺佢身上沉澱出一種內斂嘅魅力，佢嘅舉止優雅大方，言談舉止之間透露出一種成熟同穩重。四個人圍坐喺餐桌旁邊，一邊享用住豐盛嘅西餐，一邊愉快咁聊天。餐桌上有色彩鮮艷嘅沙律，嗰啲新鮮嘅蔬菜同水果，搭配上特製嘅醬料，口感清爽可口。有散發住誘人香氣嘅烤肉，外皮金黃酥脆，內部鮮嫩多汁，令人垂涎欲滴。仲有嗰醇厚嘅紅酒，喺燈光下面閃爍住迷人嘅光澤，散發住淡淡嘅果香。大家一邊品嘗住美食，一邊回憶住過去嘅點點滴滴，歡聲笑語響遍咗餐廳嘅每一個角落。呢一頓飯食得格外滿足，直到夜幕降臨，四個人先心滿意足咁離開咗餐廳。講起呢四個人之間嘅關係，真係錯綜複雜，就好似一張密密麻麻嘅網，每一個節點都連接住一段故事。陳欣健同王維傑曾經都係白韻琴同謝偉俊嘅上司，而佢哋之間嘅恩怨情仇，仲要追溯到幾十年前嘅一場轟動全香港嘅大事件——鄧家爭產案。上世紀90年代，新馬師曾嘅遺孀洪金梅同四個仔女之間嘅爭產風波，鬧得沸沸揚揚，成為咗全香港人茶餘飯後嘅熱門話題。新馬師曾呢位喺香港娛樂圈同粵劇界都有住極高地位嘅人物，佢嘅藝術成就好似璀璨嘅星辰，照亮咗香港嘅文化天空。佢嘅離世就好似一顆巨星嘅隕落，引發咗一場激烈嘅遺產爭奪戰。洪金梅同仔女各執一詞，互不相讓，呢場爭產案就好似一場冇硝煙嘅戰爭，愈演愈烈。雙方都聘請咗專業嘅律師團隊，喺法庭上面展開咗激烈嘅辯論。媒體都紛紛報道，各種猜測同傳聞滿天飛，整個香港社會都陷入咗呢場爭產案嘅漩渦之中。當時白韻琴同謝偉俊喺新城電台主持住一檔叫做《盡訴心中情》嘅節目。呢檔節目喺香港有住極高嘅知名度同影響力，好多觀眾都喜歡喺節目入面傾訴自己嘅心事，分享自己嘅故事。佢就好似一個心靈嘅港灣，令到人們喺忙碌嘅生活當中揾到咗一片寧靜嘅角落。得知鄧家爭產案之後，白韻琴同謝偉俊覺得呢係一個極具話題性嘅素材，於是決定去採訪參與爭產嘅八舅父。佢哋懷住好奇同探索嘅心情，深入到咗呢場爭產案嘅核心，試圖揭開背後嘅真相。喺節目入面，八舅父情緒激動，大爆鄧家嘅醜聞，將一啲唔為人知嘅家庭內部矛盾同紛爭都公之於眾。白韻琴喺節目入面唔止出言支持洪金梅，仲毫不留情咁指責新馬師曾嘅仔女冇孝道。佢言辭犀利，語氣激揚，認為仔女唔應該為咗遺產而同母親反目成仇。佢嘅話語就好似鋒利嘅刀刃，直戳人心，表達咗佢對呢件事情嘅強烈看法。當時雷宇揚喺另一檔節目入面對白韻琴嘅觀點提出咗質疑，兩個人於是喺節目入面展開咗激烈嘅對罵。一時間，外頭鄧家爭產鬧得不可開交，節目入面白韻琴同雷宇揚嘅爭論都同樣熱鬧非凡。不過，鄧家爭產呢件事本身就充滿住爭議，各方都有自己嘅立場同理由。而白韻琴喺節目入面嘅出位言行，更加引起咗洪金梅個女鄧小艾嘅唔滿。鄧小艾認為白韻琴嘅言論對自己同屋企人造成咗傷害，於是以誹謗罪將白韻琴同謝偉俊告上咗法庭。呢場官司在當時引起咗極大嘅關注，媒體都紛紛報道，輿論都眾說紛紜。法院入面，雙方律師唇槍舌戰，各執一詞，試圖為自己嘅當事人爭取最大嘅利益。最終，法院判決白韻琴同謝偉俊敗訴，
佢哋都因此遭到咗停職處分。呢個判決結果令到白韻琴同謝偉俊陷入咗困境，佢哋嘅職業生涯受到咗嚴重嘅影響。而盡訴心中情呢檔節目，對於好多香港人嚟講，唔只係一個普通嘅廣播節目，佢更加好似大家成長過程當中嘅一位陪伴者。好多人從小就聽住呢檔節目長大，對佢有住深厚嘅感情。佢就好似一位知心朋友，喺人們孤獨寂寞嘅時候給予陪伴，喺人們遇到困難嘅時候給予鼓勵同支持。不過，因為白韻琴嘅出位言行，呢檔節目被停播咗。呢個決定令到好多觀眾感到失望同憤怒，佢哋紛紛將矛頭指向咗下令停播嘅人陳欣健同黃維傑。佢哋覺得係陳欣健同黃維傑嘅決定，令到佢哋失去咗一個心靈嘅寄託，一個可以傾訴心聲嘅地方。當時陳欣健作為新城電台嘅 CEO， 黃維傑作為董事，佢哋認為白韻琴嘅言行已經超出咗節目嘅範疇，俾電台帶嚟咗負面影響，所以果斷咁下令停播咗《盡訴心中情》。佢哋覺得作為電台嘅管理者，有責任維護電台嘅形象同聲譽，唔可以因為一個節目而影響到成個電台嘅發展。呢個決定令到白韻琴同謝偉俊感到無比憤怒同委屈。佢哋覺得自己只不過係表達自己嘅觀點，冇做錯咩嘢。佢哋為咗呢檔節目付出咗好多心血，從節目嘅策劃到錄製，每一個環節都傾注咗佢哋嘅熱情同努力。於是兩個人憤然離開咗新城電台，從此同陳欣健同黃維傑斷絕咗往來，雙方之間嘅恩怨也就咁結下咗。時光匆匆，幾十年好似白駒過隙咁，當年嘅四個人都已經老去，曾經嘅恩怨情仇喺歲月嘅長河當中漸漸被沖淡咗。嗰啲曾經嘅爭吵同矛盾就好似沙灘上面嘅腳印，被海浪一次次咁沖刷，漸漸變得模糊唔清。如今佢哋再次相聚喺一齊，冇咗當年嘅鋒芒同衝動，多咗一份平和同寬容。喺餐廳入面，佢哋一邊食飯，一邊回憶住過去嘅點點滴滴。嗰啲曾經嘅爭吵同矛盾，喺依家睇嚟都顯得咁微不足道。佢哋就好似久別重逢嘅老友，雖然曾經有過唔愉快，但嗰啲都已經成為咗過去。依家更加係珍惜呢份嚟之不易嘅重逢。謝偉俊喺社交媒體上面晒出咗4個人聚餐嘅相，並且留言講：冬至派對同陳、黃重聚，一笑泯江湖 ，Why not？ 因為人生苦短。呢句話道出咗佢依刻嘅心聲。係啊，人生苦短，何必成日糾結住過去嘅恩怨呢？珍惜當下，珍惜眼前人，先係最重要嘅。就好似佢所講，眾人都冇多啲30年啦，下次相聚都唔知幾時。歲月唔饒人啊，佢哋都已經去到人生嘅暮年，每一次相聚都可能係最後一次。所以佢哋選擇放下過去嘅恩怨，珍惜呢難得嘅重逢時刻。喺呢個冬至嘅夜晚，4位老人用一頓豐盛嘅晚餐化解咗多年嘅恩怨。佢哋用行動話俾我哋知，時間係最好嘅良藥，佢可以治癒一切傷痛，都可以令到仇恨化作雲煙。人生就好似一場旅行，我哋會遇到各種各樣嘅人，經歷各種各樣嘅嘢。有啲嘢可能會令到我哋痛苦不堪，但當我哋回首往事嘅時候，會發現嗰啲曾經嘅傷痛都已經成為咗我哋成長嘅勳章。佢哋令我哋變得更加堅強，更加成熟，更加懂得珍惜。如今呢4位老人都已經步入咗人生嘅暮年，佢哋或許已經冇咗當年嘅雄心壯志，但佢哋依然珍惜住呢份嚟之不易嘅和解。喺呢個特殊嘅冬至夜晚，佢哋圍坐喺一齊，享受住美食，分享住彼此嘅故事，感受住呢份溫暖同親情。呢唔止係一頓簡單嘅晚餐，更加係一次心靈嘅洗禮，一次對過去嘅告別，對未來嘅期許。佢哋喺呢頓晚餐入面放下咗過去嘅包袱，重新揾翻咗嗰份純真嘅友誼同親情。也許喺未來嘅日子入面，佢哋仲會再次相聚，一齊回憶嗰啲美好嘅時光。
佢哋可以一齊去曾經去過嘅地方，重溫嗰啲難忘嘅回憶，可以一齊分享生活入面嘅喜怒哀樂，互相支持同鼓勵。也許佢哋唔會再有呢個機會，但無論如何，呢個冬至嘅夜晚都將永遠留喺佢哋嘅記憶入面，成為佢哋人生入面一段珍貴嘅回憶。因為喺呢個夜晚，佢哋放下咗過去嘅恩怨，重新揾翻咗嗰份純真嘅友誼同親情。而呢，正係人生入面最寶貴嘅財富，佢比任何物質嘅嘢都更加珍貴，更加值得珍惜。